土耳其儿童基金会编写的惊人报告反映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同化政策。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否认集中营的存在，有近300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这些设施里，质疑孤独的儿童，他们被关押在中共的所谓寄宿学校。中国政府已将家庭破裂作为政策。报告说，被拘留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已达300万，并补充说，对东突厥散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和压制影响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群体。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关于种族歧视的规定。该报告强调，关于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成年人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似乎无法得到关于儿童的数据。报告称，虽然很难获得有关集中营中成年人的信息和数据，但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儿童的信息。显然，集中营政策对维吾尔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家庭破裂。尽管有可靠和充分的证据表明维吾尔人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强迫劳动，但中国政府仍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还在于4月30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否认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许桂香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疆一直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宪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称，中国尚未签署该组织协议。在4月30日的会议上，维吾尔自治区服装经济学协会副主席乌布里艾山乌布里卡斯姆和伊宁一家制衣厂的雇员阿里德图拉赫梅提辩护中国的强迫劳动政策称，新疆所有民族的人民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他们可以决定去哪里工作和如何工作。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强迫劳动，但他拒绝接受国际劳工组织的独立调查。近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服装企业终止与中国供应商的关系。集中营受害者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前针对东突厥散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示威活动已经进行了80余天。一群东突厥散受害者家属于4月30日在阿拉木图一家大型中餐厅前举行示威，示威者大多数为集中营受害者的母亲，他们高举被中国非法拘押或被监禁的亲属的照片，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关于他们的信息。抗议者高喊“中国人滚回去”、“关闭集中营”和“中国释放我们的家人”等口号。一名母亲说，尽管中国领事馆前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82天，但是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回复我们的请求，所以我们决定在汉人聚集的餐厅前举行示威。瑞典议会就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讨论。据报道，2周前，瑞典基督教民主党议员拉斯·阿达克森向瑞典外交大臣林德询问了瑞典政府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散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立场。瑞典议会于4月30日就维吾尔问题举行讨论会，安排这次会谈的目的是回答阿达克森议员的提问。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政策。议员们问道，外交部长是否准备好像美国、加拿大和荷兰一样，将对维吾尔人的破坏视为种族灭绝吗？政府是否采取具体措施来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中国长征5 B 火箭失控，使世界处于戒备状态。中国海南省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待在中国空天站天河核心舱的长征5号 B-12运载火箭，但国际专家日前警告，失去控制的21吨重的中共火箭正重返地球，并可能坠落在人口密集地区。据称，火箭失控后的火箭的某些部分在大气中燃烧，但有关各方仍对这枚21吨重的火箭的某些部分会坠入居民区而感到担忧。考量到其速度，即使轨道只有微小的改变，也会对最终坠落的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
目前预估可能在5月10日重返地球。